我好想進入嗰啲青少年個內心世界係點樣，想知道點解佢哋乜嘢導致到佢哋變成今日嘅佢哋，同埋有乜嘢令到佢哋咁大膽去做一啲可能咁殘忍恐怖，唔係佢年紀可以想象做到嘅事情。匪夷所思。我唔覺得一個人一出生就係咁性本惡。係啊，惡咁係一個魔頭嚟嘅，一定係。中間呢10零年發生咗好多事，但係呢啲係咩事呢？佢又犯咗法嘅少年罪犯呢，其實佢背後有一個叫隱形被告嘅父母去教。記得你有句台詞，既然呢個學校唔教，家長唔教，社會就由法庭嚟教啦。一個8歲嘅男童想拎一個橙色嘅氣球，爬上長椅企喺天台嘅花叢邊，失足墜樓身亡。男童嘅媽媽目擊現場。高等法院提堂一位14歲未成年嘅中學生高成斌。高成斌因被控謀殺罪，將越過少年法庭，到高等法院同大人一樣接受審訊，意味住佢嘅罪行校服係返學先着嘅。我唔希望有人喺我庭上面用小動作博同情。高成斌嘅辯護律師係佢嘅媽媽高淑華，一個專幫重犯脫罪嘅殿堂級大狀。而今次轟動咗全城嘅8歲小童謀殺案，就由公正嚴明、正值事業高峰嘅暫委法官嚴維之擔任裁審法官。案情從男童胡宇澤嘅媽媽蘇女士嘅陳述展開。我帶咗去街市天台嘅公園度玩。我媽咪又想嗰度玩啊，咁你去買餸，我喺呢度玩等你咯。買完餸，我翻到去樓下，見到阿澤好危險咁企咗喺天台個邊邊，身後有個男仔一手推咗佢落樓。係佢殺死我個仔噶，俾翻個仔我啊！被告高成斌非常真誠，面對指控，作為媽媽嘅高淑華無條件企喺高成斌嘅一邊，維護其權益。但故事並唔似蘇女士描述嘅咁簡單。案發當日，蘇女士除咗買餸之外，仲去咗投注站並逗留咗超過30分鐘。成個過程，蘇女士完全失憶，合理懷疑蘇女士係親眼目擊高成斌將胡宇澤推落樓嘅證詞可靠性。蘇女士內疚起嚟。面對高淑華嘅高強度盤問，蘇女士當場崩潰休息。蘇女士嘅證詞變成無力證供。蘇女士嘅辯護律師傳召第2位有力證人執行探員湯德球。出事嘅時候，另一位執行探員要照顧傷員，湯德球一人上去拘捕。天台上只有高成斌一人，上下樓梯只有一條，沿途冇人，意味住天台上發生嘅事，除咗高成斌，冇人知道。你拘捕被告嗰陣時，被告有咩反應？佢一見到我就想走。我制服佢嗰陣時，佢仲爆咗一句：我唔想㗎。你認為佢講呢一句係咩意思？我認為佢意思係佢推咗個細路落樓，但係佢唔係有心想殺人。探員湯德球嘅證供對高成斌非常不利。高淑華嘗試用環境嘈雜、情況混亂同使用過分武力錄口供嚟打低證供力度，但唔成功。高成斌一方陷入劣勢，蘇女士受喪兒之痛刺激，精神錯亂，產生幻覺，情緒失控，昏迷入院。女兒芳芳被社署接手照顧到收容中心暫住。高院曾官嘅榮休晚宴上將會宣布嚴惠之接替成為高院常任法官，但因為高成斌天台殺人案中嚴惠之同高淑華交情深厚，對家故意散布消息，質疑嚴惠之嘅專業同公正程度，阻止嚴惠之升職。今次判決會經受多方壓力，更有可能會影響嚴惠之嘅前途。高成斌天台殺人案開到第5庭，進入中後階段，案件再呈上新證物。死者書包上嘅公仔揾到被告嘅皮屑，而且公仔係蘇女士喺案發當日前1個半鐘頭購買，可以證明高成斌同被告一定產生過接觸。但辯方一直主張被告同死者冇任何接觸，高淑華陷入僵局。作為朋友嘅嚴惠之非常擔心高淑華，高淑華行到絕路，只能將高成斌推出嚟為自己答辯。咁湯 Sir 嘅口供裏面講，我哋當日喺天台度講咗一句話，我唔想㗎，係咪啊？點解你要咁講？當日高成斌喺天台上玩，見到獨自一人嘅胡宇澤。小朋友行埋嚟問我睇緊啲咩，我仲笑佢，你咁細粒睇唔到噶啦，我好諗我會因為咁流咗成個眼角，冇諗過佢會因為咁先死咗。如果唔係我笑佢，如果唔係
我掹唔住佢手，佢就唔會死。我唔想咁啊！高成斌嘅真情剖白，帶出案件有第二個可能嘅真相。審訊步入最後階段，理應結束審訊過程。高淑華申請押後審訊，呈上航拍新證物作最後嘅掙扎。嚴慧芝思慮再三，答允申請。案件迎嚟突破性進展。當日天台嘅情況被航拍機攝錄咗起嚟，裏面全部嘅影片已經交到探員湯德球手上。但控方嘅證據清單上冇提及過航拍片，全場嘅目光聚焦到有力證人湯德球身上。湯德球再次上場作證，作供牽強。高淑華趁機點出同湯德球有私仇舊怨，所以毀壞對佢嘅仔高成斌嘅有力證據嚟伺機報復。兩人爭吵休庭，控方呈上新證物，一份警隊嘅不當行為內部調查口供。湯德球嘅下屬黃影輝證實，湯德球睇過呢段航拍片之後，將記憶卡剪爛。湯德球供出影片嘅內容係高成斌想伸手拉住胡宇澤，辯方推翻控方嘅有力證據。湯德球因無視法律履行披露責任，案件進入重新審理程序。嚴慧芝撤銷高成斌控罪申請，案件判為意外死亡。案件嘅判決迅速獲得社會認同。原來嚴慧芝暗中幫助咗高淑華一把，幫佢諗出打私怨嘅反擊點，同揾陳警司幫手做一份對湯德球嘅內部調查，令真相浮現。嚴慧芝成功接替成為高院常任法官。宣誓當日，蘇女士一條條憤慨嘅控訴捆住嚴慧芝嘅腳步。我信錯咗你，係你親手放手高成斌㗎，係佢殺死我個仔嘅，佢親口同我講㗎。我係故意。嚴慧芝意識到自己好大機會判錯案，好大機會因為對方係未成年嘅身份，下意識少睇佢哋作惡嘅能力而落入圈套。嚴慧芝隨即放棄就任，嚟到高成斌嘅學校現場。我唔係你啊！你冷靜啲，係你殺死我個仔啊！你講，你咁樣解決唔到問題嘅，你冷靜啲先。係你做啊！你同我講啊！講俾我聽。一場錯誤嘅判決，害死咗一個崩潰邊緣嘅母親，另一個經受重創嘅家庭徹底破碎，留下孤兒。作為幫兇嘅嚴慧芝，無心推動咗成個過程，正義傾側咗喺罪惡嘅一方，令嚴慧芝無法忘記惡魔嘅微笑。惡魔少年嘅鬼笑，如同燒紅咗嘅鐵，燙喺嚴慧芝嘅心一樣，留低不能磨滅嘅烙印。嚴慧芝冇辦法原諒自己，為咗承擔過錯，佢放棄所有事業同家庭。喺最高峰嘅時候分崩離析，嚴慧芝主動申請降職，前往少年法庭做法官。佢深信只有從源頭拯救呢啲年輕嘅脫軌少年，先能避免更多悲劇發生。少年法庭有別於高等法院嘅嚴肅同壓迫，法官上庭可以唔穿法袍，審訊時亦冇人旁聽，立意俾青少年有改過自身嘅機會，就好似學校開家長會一樣，寓意較多於情。但嚴慧芝並唔係咁認為，佢清楚知道未成年係考量，同時亦都係為所欲為嘅保護傘，因為唔使坐監，所以唔會深切感受到所犯嘅過錯，形成惡魔少年。我呢條片過5000個 like 咧，咁咪再博多5個份俾大家 happy 下啦。毀焚少年朱友強犯案後態度囂張，毫無悔意，更恃住自己係未成年身份，無所顧忌，重犯極大。嚴慧芝判佢到更生中心，拘禁反省。同嚴慧芝嚴肅狠辣嘅風格相比，負責少年法庭事務嘅上司洪思義法官更傾向感化。嚴慧芝另類嘅特色風格引嚟一陣胡亂猜度。一個少年渾身血跡，手持刀具，坐喺公園上喃喃自語，自首殺咗細妹同家姐。當晚三姊弟喺屋企，細佬突然精神失控，首先斬傷細妹，然後提刀劈向家姐。細妹身中20刀，傷及脊椎，半身不遂。家姐嗰刀傷及大動脈，至今昏迷不醒。如果兩條傷人罪罪成，少年將會坐一世監。少年認罪，辯方律師希望以精神病減輕判刑。少年嘅爸爸出庭作證，指責少年冷血殘酷。若花就唔同，若花好叻，直入大學讀醫。讀醫咁忙咁辛苦，佢都仲抽時間幫個細佬睇功課。你咁樣對你家姐同細妹，你係咪冷血㗎？你制度冇用啊！少年嘅爸爸並唔認為少年係有精神病。喺屋企入面，家姐最為出色係全家嘅顏面。
因此爸爸經常褒指貶低，全家嘅資源同關愛都集中喺家姐身上。父親嘅偏愛令人理所當然咁認為少年妒忌成恨，所以都要將家姐同細妹隨之而後快。面對父親嘅呵斥，少年熱淚盈眶，冇為自己辯護同反斥阿爸半句。唔尋常嘅反應引起嚴惠芝嘅注意，認為案件並唔係眼見咁簡單。嚴惠芝揾到少年嘅辯護律師，敲擊佢相信少年有精神病嘅觀點，要佢揾少年上庭。少年上庭，嚴惠芝不斷追問作案細節，少年口風強硬，從作案過程入手唔成功。嚴惠芝轉移角度，拎出少年送俾姐姐嘅手鏈，放大少年對姐姐嘅痛恨。少年難以忍受嚴惠芝不斷誣衊嘅刺激，最終忍受唔住否認指控。少年唔小心暴露咗真相，係當時佢並冇精神病發作。排除咗精神病嘅因素，少年喺學校品行良好，冇暴力行為，而且因家庭壓力導致情緒失控，去作案嘅講法亦都牽強。感化主任鄭少玲注意到成件案件最唔合理嘅地方係案發當日，正係姐姐若花嘅生日。少年帶住妹妹買咗一條2萬幾蚊嘅名牌手鏈俾姐姐作為禮物。2萬幾蚊對於一個10幾歲嘅細路嚟講係好多錢，要儲好耐。咁即係少年非常錫家姐，又點會妒忌成恨要殺家姐同細妹呢？少年已經失去作案動機。嚴惠芝揾到當晚亦喺公園跑步嘅法官鄭少文作證，搜到口述中少年定喺草叢嘅嗰樣嘢係一包治療思覺失調嘅藥丸。法證喺呢包藥上揾到家姐嘅指紋，所有證據齊全，指向少年想為家姐頂罪。少年終於道出真相。姐姐品學兼優，父親非常睇重家姐。姐姐為咗做爸爸心目中嘅榮耀，遵從父親嘅意願去讀醫。父親過重嘅期盼同讀書嘅過大壓力，姐姐逐漸承受唔來，出現幻覺幻聽，最終逼得精神失常，導致悲劇。少年嘅父親聽後哭泣不止。嚴惠芝放棄功成名就同高官厚祿，一意孤行咁去少年法庭做法官，唔理會屋企人嘅感受。佢嘅決定同時意味住不利當時嘅丈夫邱光正升職，家人都唔諒解，自此兩人分開，家庭破碎。3個青年正喺度活埋一個重傷昏迷嘅少年。大雨滂沱，將少年衝出地面，所以冇死亡。受害人彭達志14歲，3個少年犯罪累累，有離島3害之稱，早已經被警司警戒過，控罪意圖謀殺加傷人17。其中一個少年被告毛奕辰家庭條件優越，請高淑華打官司。繼高成斌天台殺人案之後，嚴惠芝再次見翻昔日嘅好姊妹，但已經從昔日嘅姊妹情變成今日嘅針鋒相對，兩人再次同場對壘。今次案件3個被告3位律師一定會互相推卸責任，案件複雜。同一時間，另一法庭正開審石硤尾家暴案，女童長期受父親家暴，母親選擇包庇。鄭少玲異常關心呢個案件，不斷向作為呢單案件嘅法官細佬鄭少文討論案件細節，遭到拒絕。女童指控經常遭到父親家暴，今次除咗毒打之外，更造成手腕骨折。最嚴重嘅時候，父親會用衣架勒頸，仲會拎嘢燙佢。余樂貝嘅悲慘遭遇令鄭少玲不由自主回想起細個嘅時候，阿媽遭爸爸拋棄，所以對佢同細佬毒打，更將加熱後嘅燙斗丟向佢哋，甚至一度想放火燒死佢哋兩姊弟。鄭少玲為咗保護細佬，手上留下疤痕，至今對呢段童年回憶無法釋懷。希望鄭少文可以將錯付繩之於法，救余樂貝母女出嚟。鄭少文答應請求。鄭少文苦練球技，結識中院法官方官。方官欣賞鄭少文，借出最難打嘅1號桿俾鄭少文練習。錯付家暴少女案迎來裁決，余樂貝額頭大傷，望向母親，突然呈上手寫信反口否認家暴。鄭少文回想起方官提點過，法官需要做嘢快狠準，最終拒絕律政司重開案情嘅申請。按時裁定余樂貝作供唔穩定，唔被採信，錯付當庭釋放。鄭少玲揾到鄭少文質問裁決，怒斥細佬明明身受其害，卻選擇放棄幫助余樂貝。嚟到3害案開審，被告毛奕辰、顏永元同夏少麟為咗謀取錢財，將同學打至重傷並活埋。警方調查期間，3人偽造假口供，故意誤導警員。好彩喺彭達志身體上揾到3人嘅皮屑，而且喺佢哋嘅儲物櫃揾到嘅2250蚊上，全部揾到彭達志嘅指紋，相信係彭達志爸爸口中彭達志傳來買手機嘅12000蚊中嘅其中一部分。警方拘捕3人，3人聲稱係受譚卓飛嘅指示上山，見到彭達志被打到重傷死亡，被威逼之下先幫手埋屍。因為警方喺彭達志身體上只發現咗3人嘅皮屑，所以只檢控咗3人。高淑華上場即點出咗冇出現喺庭上嘅第4位被告譚卓飛，表明佢先係一切嘅始作俑者。
因為案發之後，譚卓飛以為自己殺咗人，於是畏罪潛逃。雖然冇顯示譚卓飛有出入境記錄，但佢嘅手機曾經連接過泰國芭提雅嘅網絡信號，證明佢已經潛逃到海外嚟避開法律嘅制裁。高淑華傳召咗同島被離島4害滋擾過嘅海鮮酒家老闆同佢哋班主任出庭作證，指出4人經常一齊做壞事。1、2、3，我掉！就係你哋幾條粉腸啊！我報警拉你哋㗎啦！好驚啊！阿飛，對唔住啊，唔好打啦，唔好打啦，阿飛，唔好打，唔好打啊！我再打你，唔好打！呢度做咩啊？譚卓飛更喺4人當中做帶頭指使嘅角色，佢只當其餘3人係馬仔。當佢哋唔聽佢嘅命令，譚卓飛就會暴打佢哋，更有暴力同犯罪傾向。班主任認為譚卓飛先至係一切嘅主謀，將其餘3人帶壞。嚴慧芝洞悉到2人嘅作供存有個人私怨同結論主觀嘅問題。個女曾經俾譚卓飛非禮過，而你當時都有出庭作證，但最後告唔入。你係咪出於私怨好憎譚卓飛，所以先咁講？都唔關呢件事嘅。總之，譚卓飛唔會係好人。我想知道喺佢哋認識譚卓飛之前，最壞嘅係犯過啲咩錯？佢哋有時會問同學仔攞錢，即係勒索。仲有呢？仲試過有次，佢哋想借同學仔嘅遊戲機玩，唔小心搞到個同學跌咗落樓梯。即係證人你都親口確認，喺3名被告犯案之前，都已經有犯罪同埋暴力傾向。同你頭先講嘅本質唔壞，好似有啲出入。高淑華有意引開話題，將線索引到譚卓飛身上，一再強調離島3害係被動同無辜嚟轉移視線。講咗咁耐都冇任何環境證供證明譚卓飛曾經喺案發現場出現過，而辯方你一再強調有另一個嫌疑人嘅出現，無非都係想轉移大家嘅視線，模糊3位被告嘅責任。犯罪就係犯罪，只要犯案嘅時候係意識清醒嘅，就係有罪。即使譚卓飛係幾咁惡劣，都唔等於3位被告係無辜。蘇女士中槍之後送到醫院搶治，嚴慧芝喺急症室外向高淑華求知一件事，係佢有心過去刺激佢。我淨係知道，如果我嚟遲半步，我個仔會俾個癲婆斬死。佢仲話個警察俾人收買，俾假口供，所以湯得球連份長糧都唔要，話走就走。法官閣下，你呢個推論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，你有冇證據？天台殺人案之後，高成斌開始迷戀研究法律。高淑華見後感到詫異。呢晚食飯，高淑華見到高成斌買咗個同胡宇澤同款嘅公仔，呢個舉動令高淑華不禁感到毛骨悚然。小學嘅時候，性格乖巧嘅高成斌竟然手持鐵鏟殺害籠入邊嘅兔仔，濺得滿身鮮血。老師接到求助，匆忙趕到，見到現場之後，嚇得驚慌失措。離島3害案嚟到第8庭，警方發現關鍵證據，涉事兇器係一把鐵鏟，兇器上揾到譚卓飛嘅皮屑同基因。案件擴大到失蹤青年譚卓飛身上，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，高淑華好大機會會勝訴。而離島3害最多只能判阻止屍體合法埋葬罪。高成斌請求回歸正常校園生活遭拒。嚴慧芝放假嚟到長洲巧遇鄭少玲去夏少麟屋企做家訪，3名被告控告意圖謀殺，但只有夏少麟屋企幫佢揾當值律師，對佢漠不關心。嚴慧芝同鄭少玲嚟到離島4害經常聚集嘅大屋，見到多把同兇器一樣嘅鐵鏟隨手可得，即代表咗喺鐵鏟上嘅譚卓飛皮屑同基因唔一定係案發時留低，亦有可能係喺更之前留低。證據就唔一定指向譚卓飛係案件嘅第4個存在。當確實咗譚卓飛冇出現喺現場，兇手必定出現喺離島3害其中一個，到時3個被告必定狗咬狗骨，互相指證，真相就會浮現。按賬面實力嚟睇，毛奕辰同顏永元均聘請大狀，即高淑華同佢嘅徒弟嚟打官司，只有夏少麟揾當值律師作辯護，夏少麟勢必成為嫁禍嘅目標。但無論係點，都唔應該佢一個人孭晒所有罪嘅。我都想幫佢。鄭少玲揾到少麟媽做家訪，夏少麟出事之後，少麟媽一副唔關佢事，仲一心趕去打麻雀。鄭少玲從少麟媽口中得知，離島4害聚集嘅屋正係夏少麟屋企所擁有，而且最近曾經去過泰國芭提雅，正如嚴慧芝所料。另一方面，嚴慧芝從譚卓飛屋企出發嚟到碼頭嘅時候，正好25分鐘。
少玲媽好賭成癮，喺樓下守候鄭少玲借錢還債。鄭少玲邊責怪有心軟，再次借錢被鄭少文目睹。少玲媽自虐兒入獄之後，再冇理會過兩姊弟，盡一分母親嘅責任。鄭少文怪責鄭少玲同佢繼續糾纏。警方根據言慧芝嘅線索，從少玲媽嘅行李箱內搜到譚卓飛嘅電話。叫你走噶啦，你仲嚟？我陪你睇電視啊！我真係唔知阿飛喺邊啊！嗰個衰仔啊，點敢去泰國啊？上次啊，我攞晒棺材本去疏通，先救到佢返香港啊！譚卓飛失蹤之後，言慧芝揾過佢外婆好幾次，得知譚卓飛喺泰國得罪過人，就算譚卓飛係畏罪潛逃，佢都唔會選擇去泰國。再加上譚卓飛手機信號連接到基站嘅記錄顯示，佢到碼頭只用咗10分鐘。上次言慧芝特意去長洲驗算過，如果譚卓飛從屋企出發到碼頭，至少要用25分鐘，但如果從夏少麟屋企出發，正好係10分鐘。木屋上總共消失咗2把鐵鏟。毛奕辰、顏永元同夏少麟明明咁驚譚卓飛，但喺庭上卻係毫無憂慮咁將所有罪推晒喺譚卓飛身上，非常自信譚卓飛唔會再出現。言慧芝推測譚卓飛應該凶多吉少，呢3個少年犯至少已經孭上咗一條人命。開庭受審，控方拎出證物，譚卓飛嘅電話上留有夏少麟嘅指紋。喺案發前3日，閉路電視影到夏少麟更使用佢嘅八達通買啤酒，而譚卓飛失蹤咗整整4日。譚卓飛嘅電話同八達通都喺夏少麟身上，殺人嘅大罪落喺夏少麟嘅頭上。我冇啊，唔係我做啊！呢份係法證嘅報告，我哋見到譚卓飛嘅電話上面有佢嘅血跡，仲有少量嘅腦漿，控方有理由相信譚卓飛已經死亡。唔係啊，阿飛唔係我殺噶，我去到嘅時候阿飛死咗啦。夏少麟迫於壓力供出主謀，一日放學，夏少麟被罰留堂後到後山。毛奕辰同顏永元正喺度鏟土，夏少麟二話不說就加入。喂，買緊咩啫？阿飛啫嘛，唔好講笑啦。我哋頭先諗咗阿飛。夏少麟以為佢哋喺開玩笑，見兩人並冇講笑嘅意思，夏少麟大感不妙。毛奕辰同顏永元為咗金錢糾紛，將譚卓飛殺害，更拖夏少麟落水，要佢成為合謀。離島3害再度搜緊，目標鎖喺存咗一筆錢要買新手機嘅彭達志身上，逼夏少麟約彭達志出嚟。半夜佢哋約喺後山交收，彭達志發現買到假貨之後搶翻金錢，毛奕辰從後擊暈彭達志，顏永元接手補刀，多次追擊頭部。夏少麟轉為污點證人，供出譚卓飛埋屍嘅位置。夏少麟因為幫助案件推展，講出真相，而且成件事參與度較少，獲減刑。3人移交至高等法院審理。我想提醒各位家長，少年變壞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雖然當今嘅法例，父母係唔需要為犯罪嘅子女而負上刑事責任，但作為父母生而不教、麻木包庇，只會令到佢哋變本加厲、無惡不作，毀咗佢哋一生之餘，自己亦終生抱憾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長藉此反省，唔好重蹈覆轍。證據確鑿。高淑華都無能為力。每逢周五，高淑華會到深夜先至歸家，安排補習老師 Lydia 幫高成斌操練試題。高成斌睇見 Lydia 身着迷你短裙，酷愛流連酒吧濫交，聯想起勾引媽媽高淑華嘅情夫一樣，破壞佢哋嘅家庭，起咗殺意。凌晨，高成斌等高淑華返屋企，高淑華見高成斌搜尋香港10大險峻山路、死亡山路等資料，泛起不祥嘅預感。高淑華加強保鏢監視。過咗冇耐，高淑華接到電話，收到高成斌唔見咗嘅消息。高成斌同 Lydia 同時失蹤，一夜未歸。高淑華發散晒人手去揾，終於喺山腳下揾到高成斌。高成斌一臉平靜，氣定神閒咁徐徐走出。Adam， 冇事啊嘛 ？Lydia 咧？ Lydia 一臉驚魂未定嘅樣，後來跟上。高成斌回應只係普通嘅行山。高淑華懷疑高成斌同 Lydia 拍拖，所以留連過夜。高成斌回擊高淑華，令高淑華啞口無言。佢係我 Miss， 我哋要行山啫嘛。咁行山有需要行到成晚都唔返屋企咩？咁你夠好中意同嗰啲男人去酒店過夜咯？鄭少文目睹少力媽碰瓷的士訛錢。
嚴慧芝代監審理成人盜竊罪，盜竊人正係槍殺咗蘇女士嘅督察何偉迪。何偉迪因誤殺蘇女士之後精神恍惚，攞咗麵包未俾錢，俾人捉起嚟起訴。何偉迪認出眼前嘅法官就係審理蘇女士案件嘅財審法官嚴慧芝。何偉迪等嚴慧芝放工問真相。當日何偉迪並唔係想殺蘇女士，佢瞄準咗蘇女士嘅手臂，但係子彈射中咗蘇女士嘅胸口。蘇女士中槍之後，何偉迪發現高成斌喺旁邊奸笑，嗰一刻先知道自己可能保護咗一個殺人犯，問出咗連嚴慧芝都唔想承認嘅真相。外賣小哥幫手送奶茶上法院，外賣小哥原來係洪思義嘅仔，洪思義大感不滿。凍肉店發現初生嬰兒屍體，店主女兒麥珊珊被控一項殺嬰罪同一項隱瞞嬰兒出生罪，同一般謀殺罪唔同。殺嬰罪係指啱啱分娩完嘅女子受分娩影響未完全恢復，導致精神不平衡，引致做出一啲令嬰兒死亡嘅行為。視乎喺 BB 初生週期內同醫生對患者產後精神嘅診斷書而作出兩種不同嘅控罪。好大程度上，只要麥珊珊庭上承認控罪，並表示真誠有悔意，法官最多只判感化同緩刑。但如果唔認罪嘅話，最重可以判到終身監禁。麥珊珊聽到建議之後，一言不發，堅持唔認罪。嚴慧芝出於愧疚，一直照顧蘇女士嘅女兒芳芳。今日嚴慧芝嚟探望芳芳，芳芳因為太過想念媽媽同哥哥，經常白天瞓覺喺夢入面揾佢哋。除咗嚴慧芝，同樣活喺愧疚之中嘅何偉迪，亦都冇辦法放過自己，默默照顧芳芳嚟贖罪。何偉迪聽到開槍聲，即時精神繃緊。嚴慧芝安慰何偉迪，嚴慧芝講出同蘇女士嘅最後通話。少玲媽做撞車碰瓷黨訛錢，搞到手部骨折，揚言要起訴司機拎湯藥費。殺嬰罪開庭，根據法醫嘅報告，喺男嬰嘅面上以及佢嘅呼吸道都發現被告睡房入面冷氣被嘅纖維，臉上仲有被按壓嘅痕跡，相信男嬰係俾被告強行按壓住，再用冷氣被活活焗死。辯方律師極力打感情牌，不過理由過於牽強被駁回。洪思義認為案情並唔簡單，嚟到嚴慧芝嘅辦公室裏面閒聊得到啟發，為咗揾出真相，着手調查男嬰嘅生父。嚴慧芝一言驚醒夢中人，洪思義調整調查方向，留意麥珊珊手機入面已刪除嘅記錄。少玲媽出院，被警方控告碰瓷黨，擇日喺裁判法院開庭。鄭少文答應幫少玲媽揾律師，同時得知鄭少文嘅媽媽係碰瓷黨，當值律師為少玲媽打官司。鄭少玲指責鄭少文，卻唔知原來係少玲媽為咗吞咗鄭少文俾佢攞嚟請律師嘅10萬蚊，隨便揾咗當值律師。高成斌享受睇殺人影片，盤算殺人計劃。胡宇澤死嘅當日，高成斌返到第一次殺人嘅現場，一片片品嘗自己完美嘅作案過程。嚴慧芝買百合重返受害現場。高淑華收到保鏢嘅消息，話高成斌去咗天台。高成斌睇見過嚟嘅嚴慧芝，慌忙躲避。嚴慧芝睇見趕嚟嘅高淑華，直面高淑華。都過咗1年啦，點解你仲要咁執着？無論係宇澤、慈姨，甚至係芳芳，時間永遠都停留咗喺1年前，冇得向前行。你打過咁多 case，都好清楚有好多偷竊癖嘅細路，但係好多都係慣犯。因為你得手之後，就會有一種成功感，有一種沾沾自喜嘅優越感。呢種感覺係會上癮，停唔到，就好似殺人一樣。所以我會好有耐性，慢慢等。我錯咗一次，唔會再錯過第二次。